继续来看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日前批评执政党的行为就是希特勒，结果引起到德国甲以色列在台协会不满，因真罕见直接点名谴责到朱立伦，讲伊的比喻真无适当，讲对这种的言论感觉失望。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是痛骂到国民党写事情写到国外去，伤害台湾的国际形象。那朱立伦就来强调讲，伊的本意是爱严格来面对着独裁者，伊嘛来反击着德国甲以色列的外管，唔通来干涉着台湾的内政。今天赖清德，你对在野党的所作所为，你要记住。你就是在做希特勒做的事情。第一章的中常会搁再开骂，叫总统赖清德每当搁互国家翻头行威权的历史，严格替希特勒来举例，引发着德国在地协会不满，并且发出声明。代理处长推讲的声明就是这篇，含的直接点名对朱立伦的发言感觉失望甲忧虑，而且表示今仔日的台湾绝对无可能甲国家社会主义的暴政来比拼。台湾的制度无应该，也袂当互体内甲纳粹政权所使用的恐怖工具比。严肃呼吁国民党的领导层，避免佮提出不当，而且无来关心历史记忆。以色列驻台办事处也发文批评：外国政府不能成为这个迫害民主的帮凶，更不应该干预各国的内政。我们指的是赖总统变成一个独裁化，变成一个迫害在野党这跟法西斯是相同的。出面解释，当时反击德国甲以色列驻台办事处的声明，无应该迫害台湾的内政。那时候江宜桦当院长的时候，批评江宜桦是这个希特勒纳粹法西斯。那个时候怎么就没有看到德国在台协会出来讲一句话呢？独裁的统治对其他的国家还有他们自己的国家的民众，带来了这个痛苦。那我们好像不太适合在这个事情上面来。上大在野党的主席将赖总统比论做希特勒，和德国甲以色列驻台办事处虽发表声明谴责，嘛和台湾的内政问题，搁再加做世界关注的焦点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